芬海风地法新法今年3月修正施行，全面禁止电子烟。不过，新北市查到国内头一站电子烟制造工厂，现场有查到非法移工含外国人总共5个，而且呢，伫咧现场有一寡机台，也个价值上千万的电子烟商品，这寡物件拢爱封存。卫生局表示，讲上济会当罚则业者5000万，要若挂起卖这个犯案呢，上悬会当罚到100万。新北市妇人馆前往沙田埔3号路这间工厂当场，查获非法移工甲外侨5个人，现场也阁有3台制造电子烟的机台，烟大商品94箱，半成品4箱，也阁有电油罐了35罐，全部封存。卫生局将进一步追查制造业者及下游贩售者，后续将依《烟害防治法》第15条第1项第2款规定，制造类烟品或其组合元件，处新台币最高5000万元；贩售者最高处100万元罚款。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除了开发也追查电子烟敢是含有毒品成分。这间电子烟制造工厂会轰炸，是因为有警官伫当地执勤时，发现店批到不明气味，加上里长讲店有移工出入，电子烟工厂才会期光。因为国内烟害防治法今年3月修正实施，全面禁止包括电子烟在内的各种类烟品，拢爱加重罚则。若有制造私利，也是广告行为，罚1000万至5000万；制造广告，也是接受电子烟传播刊载，罚40万至200万；卖人罚20万至100万，就算是亲戚朋友供应电子烟，也爱罚1万至25万；报电子烟也爱罚2000至1万。当时基金会呼吁生活上路，爱靠政府多稽查，尤其国外网站爱严防假造稽查抗胖。对于网络的这一些违法的，因为台湾是禁止的嘛，他会故意设在海外的网站，不是不能做，你依旧可以去执行。你可以像泰国政府一样去封锁他的网站，但是还有一些是在国内设的，你依旧可以稽查取缔。当时基金会认为，新北市复查出国来头一间电子烟制造工厂，对其他县市学稽查有帮助。另外，民众若发现卖也是广告电子烟，也会当举发和电子烟无所在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